咁咧，政府咧其實喺2023年咧喺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已經宣布咗要發展北都大學城嘅啦。頭先局長亦都講到咧，其實洪水橋嘅教育用地、大學城嘅用地咧，其實喺2026年咧就可以供應去建設嘅啦。咁但係我睇翻頭先講咧，就係嗰個北都大學教育城嗰個概念發展綱要咧，要去到26年咧先係可以出台，意味住咧可能會有一個時間差。咁如果將整合好嘅土地咧，係再擺喺度曬太陽咧，更加係浪費。理應咧，而家就應該要派地咧，俾啲學校咧，去準備出年做建設㗎啦。咁所以我想問咧，局長咧，係會唔會係盡快調整翻有關嗰個即係發展綱要，可以今年內可以盡快完成啊？呢一個嘅洪水橋呢個5公頃咧，我哋係已經好清晰，咁所以咧，我哋都係初步咧了解到自資院校、自資界別咧就住呢5公頃嗰個嘅用地意向。而家咧主要係等呢一個土地平整工程完成之後咧，我哋已經可以啟動邀請相關有興趣嘅自資院校咧係提交呢一個建議書。咁所以基本上咧，我哋都係配合成個北都嘅發展嘅時間表，同埋同相關政策部門咧係緊密溝通，以及咧考慮院校嗰個嘅即係準備程度，咁咧係穩中求進去推進呢一個北都大學城嘅項目。